日後嚟到香港迪士尼樂園，唔只得飛越太空山一款過山車玩啦，因為仲有佢灰熊山極速礦車。佢係新主題區灰熊山谷嘅亮點，係香港迪士尼樂園首個戶外過山車。過山車除咗會向前衝，仲會急速向後墮。而且路軌縱橫交錯，遊客會見到多架過山車一齊開動，坐上去又有冇要注意嘅地方呢？大家一定要睜大雙眼，因為呢一個極速礦車咧，佢係環繞住成個園區當中咧，一樹一木、一土一景色咧，大家真係要睇得清楚，因為我自己睇過就發覺係好靚嘅。除咗玩過山車，遊客喺灰熊山谷仲可以玩水。有啊！園區內有噴泉區，天氣好嘅時候，最大嘅水柱喺陽光嘅照射下，仲會出現彩虹。迪士尼話唔擔心競爭對手海洋公園喺相約時間開新園區，又話兩個主題樂園有越多新設施越好，可以吸引更多旅客來港。我哋留意到慢慢呢，而家18至35歲呢一個年輕客群，甚至乎週末出遊呢種習慣呢，已經慢慢成為一種大趨勢。咁我覺得今次啦，正好係暑假，亦都啱啱推出我哋灰熊山谷呢一個全球獨有嘅一個遊樂區啦、園區啦。我哋相信一定更加咧有效咁樣可以吸引到一啲賓客咧嚟到我哋樂園嘅。灰熊山谷會喺今個月14號開幕，較海洋公園嘅冰極天地遲1日開幕。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